同学，在和谁聊天啊？啊？好笑吧？啊，那个男的是谁啊？啊，才发现啊！站起来！哼，我跟你讲啊，别说我没给你面子，我盯了你很久了。你但凡把眼睛稍微抬起来看一下我的黑板，你看看我的眼睛，啊？唉，怎么说你好啊？啊？算了，手机交出来。什么眼神啊？啊？我跟你说话听到了吗啦？不要给我哭啊！可受到惩罚了吗？可是要受一点的啊。好了，给我。哎，下课办公室来一趟啊。你们在叫什么？在叫什么？啊？没看到你们玩是吧？真的是。好了，继续上课啊！你们要是谁再给我玩一下，都给我收起来。真的。进来吧。哼，你来啦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哦，我错了，好吧？真的是，别哭嘛。好了呀，那哥哥不是在教室里面吗？看你一直玩手机的，别人看到别人也玩了，跟我不树一点威严的话，我以后怎么上课啊？是吧？哦哟，哎，吃饭没有啊？啊，刚好呀，我那节课正好是吧？吃饭前一节，你饭都不去吃的，那么快就过来了。怎么样？要不我给你点点外卖啊？好了嘛，不哭了啊。哎，你手机上那个是男生是女生啊？嗯，我看你好像得起半月了，是不啦？啊，你男朋友样子好不啦？就看起来不错吧啦？哎，问问怎么了？我哥哥帮你把把关呀。啊，我错了嘛，都跟你说过了，上课时候是哥哥不好啊。好了好了，那你先看吃的，等一下我去拿。你等下吹好空调啊，别到老师来了你就说，你就说今天不舒服，来我这里吹会空调，凉睡晚觉啊。哎呀，这不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吗？哎，你说说你啊，老大不小的了，真的是一下一下就哭了。头过来一点，真的是眼泪都不要擦的。哎，就算下次玩手机啊，你也偷偷摸摸玩的，不要让别人看到啊。还有啊，其实你最近玩手机也不太对了。你看看你啊，这桌子上那么多作业都没写的，我又看到你卷子上的分数，哎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我就真的没办法了。等妈妈骂起来的话，你别说什么我没教好，你自己不要学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我们妞妞什么脑子最聪明了啊，老灵光了嘞，是吧？哎，干你倒是灵光一次，把分数提高一点呀。哎，还有没有零花钱啊？放心啊，等下手机会给你的。你现在跟哥哥聊会天嘛？怎么？
就因为我凶你，现在都不想理我了。来，等一下，我转你100块钱，自己去吃点好吃的。啊，但是不要多买辣条啊，多买辣条对身体不好的。嗯？哎，谁呀？请进来吧。这位同学，你找谁啊？啊，他在我旁边呢。请问你是哪个班的？你找他有事吗？啊，他手机确实啊，因为上课嘛，然后被收了。我现在跟他好好在交流呢。对，没什么事情的话，你先出去吧。等一会儿交流完了，他就会出去的。哎呦，小妹妹啊，你不错呀，小年纪开始养鱼了。这么多男的都那么关心你的啊？哦哟，不错嘛，有前途的哦。干嘛？开起我玩笑来了？好了，我知道你们语文老师好看的，好看是好看，好看跟我又不搭嘎的，他又看不上我的。再说，人家有男朋友了，知道吧？什么？让我抢啊？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？真的是。哎，你确定你这么小年纪就跟那手机上那个人恋爱了？你们见过面了吗？就在学校吗？那你们有没有发生什么接触上的嘴巴之类的？不许给我那样子做！你要是做了，我跟你说，被我抓到，我先不跟你说什么校长室之类的，我先跟我妈妈说，看她怎么当。哼，那你就完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小年纪的亲什么嘴啊？手都不要抓最好。还有，不准一起吃饭，你们聊聊天就够了呀。真的是，哎，什么？喂，我们外卖都点了，怎么办啊？你现在跟我说你想去外面玩，那人家门卫外面那边一直放着啊，那可不行啊。把你开车开出去，然后在门口等着，拿好外卖，再去外面玩。哎，午休才多少时间啊？想的倒挺美的，午休1个小时呀。哎，算了，那你就趴一会儿吧，要不就玩会电脑。那我呢？现在你看，这时间差不多了，外卖应该来了，我先去打外卖吧，好吗？乖乖的哦，不许把我的办公桌弄得一团乱的。还有啊，不许给我乱在我的表格上面改成绩啊！每次看到你把自己成绩偷偷摸摸的什么，我跟你说，上次我记得老清楚了，上次你好像是把什么那个什么几来着3啊改成8了，你当我看不出来啊？真的是，那好好的34分被你改成84分了。哦哟，真的是，还好我是你哥哥，我不跟你计较的。比换成别人打死你都可能的，等到叫家长哎，知道吧？不许乱改啊！你再乱改，我跟你妈去说，看她怎么教训你啊！我回来了。你们几个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在我办公室里啊？他叫你的？他叫你过来干什么？老浩不在教室里面上午自习的。
来我办公室的，出去！你怎么回事啊？把他们叫进来干嘛？哦，好，他们想在淘宝上买东西，正好现在有空，就用我的电脑上下淘宝。这学校看得见的呀，你这淘宝上，算了，这午休时间也算了，下次不可以啊！真的是，淘宝网都上起来了，真的是这学校呀，真的是，气死了。那午餐买好了，你自己吃啊，我要换手机。大家吃完饭不想回去啊？那不回去呗，你在这里好好待着。怕什么？我罩着。哎，别人不能进来的，这办公室里面影响到别的老师怎么办？虽然现在没有人，等下会来人的呀。啊？哎，你看看，多亏你有这么一个好哥哥，是吧？要是换做别的哥哥，也不可能这么好。我可没有臭美啊，我说真的，哼。你看看，哎，今天又被你吃了多少啊？你看看，一只鸡啊，然后一碗饭，饮料是吧？什么东西啊？芝士什么？那一根东西的，你怎么不是胖子呢？喂，你干嘛？我不希望你胖，我只是觉得你吃这么多东西，胖胖的应该很正常。你不胖的嘛，这肯定不正常。好了好了，那我呢，先去管一下班级了。你在这里好好待着。下午第一节课也是我的，我等下不过来了。你等一下呢，自己手机拿好，然后帮我把电脑搬过来。好了，妹妹最好了。哎，要不给哥哥一个回报吧？什么回报？这旁边是不是有一堆作业啊？这是别的班的，你帮我批一下呗。怎么了？批一下都不可以啊？好了，来，哥哥吻一下额头，来，傻妹妹，那我走了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，在 YouTube 里，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